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属灵灵命操练的最后一讲，有关无畏的信心。那我想这最后一讲呢，我们还是要把前面所讲的事情，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的经节呢，我们上面有写了2个，一个是马太福音，是个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呢，它比较长，所以我们没有念它，但是它写的也更详细的一点，所以我们列出来，希望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只是看马太福音，也把马可福音拿起来一起，叫做共观福音，就是这样，能够一起来看，你可以对当初的事情有更清楚的能够了解哈。所以我们今天只有读马太福音，但是等一下讲到中间，有很多经节是用到马可福音的部分。我们讲说，我们希望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讲爱，但是爱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活出来呢？也在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这个我们已经念好几次了，从2年前我们就开始念了。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把它记起来，我们一起再念一次。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我们盼望在这样的学习中间，能够真正有爱能够生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有这3样东西：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然后我们到明年的时候呢，我们盼望能够有存钱的爱心能够生出来。1年1个月的心思重建，这4个字很重要。心思重建不是在劳我了，而是一个完全换新的心思，你才有办法回到神起初创造的美好。我们人已经受到很多的污染了，包括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是污染的，我们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也是污染的。你只有回到神创造我们的，从圣经里面得到的那价值观，才是真正应该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心思的重建才有办法。所以让我们就成为一个心灵健康，已经重建之后就不再被污染，不再受到影响，我们才有这个存钱的爱心的这个基督徒。在2011年，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部分已经做这几个部分，然后去年我们为了无愧的良心，也明白到我们有软弱的良心，我们需要有敏锐的良心，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那今年呢，我们也学习到这几个，从第一讲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信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你不借着信，你没有办法被称为义，你不可能借着你的行为，而是借着信。所以信心这么的重要，而这个信心呢，不是普通的信心，是巨人的信心，不是蚱蜢的信心，不是随着我自己的想法。那为何能够成为巨人的信心呢？因为你有不同的心智，就刚刚讲的心思重建一样。那12个探视有2个人，大家12个人看的都一样，但为何那2个人讲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第2个，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他信靠了，他就单纯的相信了。第3个，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不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碰到的事情，我们到底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呢？我们第一个想到，一定很自然就从我的眼光来看，对我是有利的吗？对我是不是造成很多的不方便？是不是对我是一个不好的，所以我就反对，我就怎么样？到底你是要从哪一个眼光来看呢？耶稣要是照这样的眼光看，他就不会去受难，他就不会去钉十字架，因为对他是不好的。但是他为了要成就父的旨意，所以他就去受难，而且钉十字架。到底要从怎样的眼光去看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属灵的洞察力，就是站在神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情。所以有人戴着一个手环写 WWJD，What would Jesus do？ 假定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就是这个意思在。你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应该要怎么做呢？你如果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巨人的信心。不是我祷告说求主，你给我巨人的信心，我就会有巨人的信心，不可能的。每一个应许都有人应该要努力的部分，你有付出你的努力吗？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个从圣经看到很多这些
他们信仰前辈他们的从信心里面的领受。他们在生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有承诺出来，有实现过，但是他们知道在神的时间表一定会实践的，他们就带着信心而回到神的那边去，给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证据。在这个礼拜中间，上个礼拜中间，我们有很多小组中间开始分享这些，我鼓励他们就是分享一些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我们的长辈中，或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亲人朋友中间，他们有什么信心的证据可以让我们成为很好的帮助。在松联团契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去分享，他们有2个人出来分享，我们觉得很大的激励。牧师呢也有，牧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爸爸的信心鼓励了我。在我爸爸当牧师的时候，是经历过我们的日据时代，然后进到的光复的时候，在民国34年的时候，光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社会的经济非常的动荡，那时候有所谓的旧台币，现在来看是旧台币，以前就叫台币，所以因为这个台币产生的这种物价波动，就开始贬值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货币出来，所以我们才叫做新台币。而新台币出来的时候，旧台币如何跟新台币之间的互换呢？中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4万块换1块钱而已，4万块换1块钱，你可以知道那一种波动有多大，引起整个社会的这种动荡有多大。而在那时候，整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受到同样的影响，所以牧师的谢礼不可能很高。牧师的谢礼当初是算起来是几百块的，而那时候在公务人员、老师的时候的薪水是几千块的。在学校里面非常欠缺英文老师，每一个牧者他的英文都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他要看很多的原文书，所以你讲不一定会讲得很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发音不太自然，但是读啦、写啦这几个都应该有某种程度在。所以欠缺英文老师的时候，他们校长第一个找的就去找牧师，因为他们知道牧师的薪资的谢礼不是很高，跟这个老师的谢礼比起来差距非常的高，说不定就很容易可以找到老师。确实是这样，有些牧者就离开了。同样的诱惑，同样的这种试探到我父亲的身上。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是民国38年的，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妈妈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爸就进到礼拜堂去，跪下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出来了。他讲说，要享有那个比较高的薪水，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但愿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仍然保有低的薪水，但是不忘了神的呼召，就是我。这是他的自豪，给我们也很大的激励。这一个信心的证据，他不知道未来会面临怎样子的困难。其实有没有面临到很多困难？当然有。我们有5个兄弟，5个兄弟每一个人都是读大学。只有老大是读国立的成大，其他通通读私立的大学。里面还有老二是读医学院的，他在读医学院要读了7年，所以他还没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在读大学了。同时读大学至少是4个人以上，这样的经济压力多么的大，在我们的父亲的身上，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依靠了神，就经过这一章，我们的献上满心的感恩。我想我们很多的信仰的前辈呢，都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嘴巴讲讲就好，你如果能够在你的行为中间能够见证出来，你所看到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仍然相信那一位你值得去依靠的神。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无畏的信心。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最后我们就要讲说，你如果能够真的去活出来，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信心，但我能够活出来吗？我能够真正活出那个所谓的无畏的信心，不虚假的信心吗？不是只有嘴巴讲而已，这样的信心我能够活出来吗？
我们今天所看的经节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这么去走。在进到今天的经节之上呢，我们看到是耶稣面对的一些挑战，因为有人来找他的学生，但学生没有办法医治的，这是一种信心的挑战。要是真的连耶稣都没有办法医治的话，你想耶稣的权柄在什么地方呢？一定没有办法能够去让这么多人来跟随着他，信服了他，这是何等大的挑战！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挑战之前，我们是看到马太福音第17章的第14节开始看，但从17章的第1节开始看的时候，耶稣经历了在山上的荣耀。那边记载着耶稣他带着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到了山上去。这事情之前呢，刚好这耶稣他们到最北方的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在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那边记载这件事情。人说我是谁？他们讲你又是谁？先知啊，等等。最后耶稣问你们看我是谁？借着彼得他的宣告，我们知道他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经过这样荣耀的事情之后，耶稣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他就带着他的这个3个所爱的门徒到山上去，在那边变了形貌。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在照一样，衣服是洁白如光。这时候突然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在那边对话，所讲的是耶稣准备要受难的事情。我们还记得那记载里面，彼得他们不知道要讲什么是好，所以就说那我们在这边搭3个棚子好了，让他们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可以住在这边。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那事情他只是觉得非常的慌张。那时候有一个声音从天上下来，一个云彩遮盖在他们，有声音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天父再一次的怎样为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做了见证，所以耶稣才有这个能力，带着他的权柄，带着他的这种职位，一起进到耶路撒冷去，要为我们百姓，为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来受难。这个经节完之后，才进到今天所读的经节，说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马上看到下山的时候，就碰到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有一个父亲来了，告诉他们说他的儿子被鬼附了，然后来找到他的学生，但是怎样，学生没有办法医治。耶稣才刚刚经历了在山上一个荣耀的事情的时候，一下山马上就遇到的挑战。耶稣不是没有面对挑战，他也面对很多挑战。我相信我们也是同样面对很多的挑战。在这挑战中间，耶稣怎样子用他无畏的信心来面对这些事情。这个父亲来告诉耶稣说：“夫子，我带我的儿子来在这边，但是怎样，他被鬼附了，被捉弄他，然后这情形非常的凄惨，常常要口中有流沫，然后又咬牙切齿，又是怎样，身体怎样，他就请耶稣的门徒能够赶他出去，但他们却不能。”第3大点下面的经节就写在上面，是马可福音第9章到14节到第27节，大部分都是用马可福音所经节，因为他写的比较详细一点。耶稣就告诉他说：“哎，这世界不幸的时代，我要到你们到几时？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把他带过来吧。”然后那个鬼一看到耶稣，他就让他重重的抽风，然后倒在地上，然后甚至最后还吐的口中还流沫出来，重重的抽搐。耶稣问了他的父亲说：“这样有多少的日子？”他说：“从小时候就开始这样的。”所以再次的祈求耶稣能够怜悯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耶稣对他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马上回答说：“我信，我信，但是怎样，我信不足的，求主帮助。”在我们要学习无畏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变成是这样。理智上我们知道，
我若信的话，我什么事都可以。但是偏偏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我怎么办呢？这位孩子的父亲所讲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也不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真正从心底里面去讲出来的。你要有顺服的心，才能够去这句话讲出来，才有它的意义存在。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来跑上来，就马上斥责那污鬼，叫这个聋哑的鬼呢，要吩咐他离开，不再进去。这个地方，这到底是聋哑的鬼呢，还是癫痫的鬼呢？在这边的记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因为它的现象是属于癫痫的现象，会抽泣，会怎样子？但是从头到尾也没有听到这个孩子讲过什么话，所以他应该也是双重都应该有，是聋哑，但是他的现象看起来就是癫痫的样子。这时候那鬼就喊叫，就让这个孩子抽泣，以后他就这样，鬼就出去了，而孩子倒下来，就像死了一般。众人都以为他是死了，但是耶稣伸手拉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我们看到是一个在地面上所碰到耶稣在山上的，但到地面来，他马上就碰到了在地面上的这个挑战。这个挑战之后，故事还没结束，门徒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赶鬼，而耶稣可以赶鬼呢？耶稣不是将权柄给了他们吗？耶稣当初差遣他们出去，你咒诅的我就咒诅他，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为何给了这权柄，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呢？所以他们非常的想知道。我们看这是经节讲说，他们进了屋子以后呢，这个回到马太福音的记载的，门徒就暗暗地问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给他们回答是这样：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芥菜种非常的小，牧师有一个书签，上面用真空这样子一小块，差不多这么大的真空里面，然后摆了很多个这个芥菜种，这是从圣地里面带回来的。那可惜搬家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试着再去拿一片回来，但是那一片小小的这么里面有几百个芥菜种，所以你就知道芥菜种有多小。这么小小的一颗种下去就长出来，还可以小鸟还可以来歇在那里，跟树一样。他强调告诉我们是说，你的就是种子里面没有一个比芥菜种还小的。你小到像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呢，你就一定怎样就能够。就是把山要挪开，它都会挪开。当然不是你能够挪开，是神，相信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神要不要做呢？当然是神的事情。但是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吗？接下去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些古卷里面有加上这一段，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救不出来。这边把祷告跟禁食两个是摆在同样的位格里面，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说禁食祷告，祷告是因为在禁食的那一种祷告，祷告是禁食的那种祷告，它是两件事情，但是是同样的平等。也有和本是把禁食这两点，代表说有些古卷没有这个字眼，更早的古卷应该是只有祷告。后来的抄本中间有人觉得应该加上禁食，有点这个意思在。而且经典的我们的台语里面呢，连这一段根本就没有翻出来，21节没有翻出来，直到20节而已。但是不管是怎样，这对我们有帮助。这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你是要祷告，而且要禁食。我们等一下来看祷告跟禁食到底耶稣所讲的意思是怎样。无畏的信心就是只像一粒的芥菜种，我们也能够来移山。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面对很多的山呢，我们的艰难，我们觉得非常的大，这个大到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山，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个山把它推开来。
我们自己的消极的心态也是如山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怎样挪开来，它压着我，让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翻身一样。似乎这个山上就写着绝对不可能，就让我们这样，就让我们上志了，我们就放弃，因为绝对不可能。但是你知道，在这一颗小小的芥菜种上呢，耶稣却要刻上几个字，刻上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反过来还刻上怎样？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可能是因为芥菜种太小，我们大家常常会忘记的，常常会看不清楚。但主耶稣明明的要跟我们这样子讲：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那我们面对无谓的信心的操练，我们要怎样去表明出来，能够去运用呢？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样要祷告，要禁食。这两个字眼合起来，就是代表说你要有某种的付出。而这个付出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我们来看祷告。祷告是什么意思？祷告是你要让神知道我们需要他。我们要交托给他，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依靠他，依靠他的大能跟他的恩典。你会想说，主都知道，我们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是神啊。耶稣也告诉我们要祷告之前，祷告什么，神早就知道我们所欠缺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呢？不要忘了，神赏赐给我们人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就是这样，自由意志。最珍贵其实也是最糟的，因为人误用了这一样东西，就开始背逆了神，不再相信了神，以为靠我自己就可以了。你一看那些成功的人，他说没有神啊，这一切都是我的努力啊。人会自大到像，就是也是自由，神所赏赐的自由意志，最好的礼物其实也是让我们堕落的东西。神不愿意你成为一个机器人。所以他将一切重要的决定让你自己去决定，但是他会开出很多的允许给你。信我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要将永生赏赐给我们，又不要我们去灭亡，但是你要成为怎样信他的人，这个就是你要决定的部分。你的自由意志要决定这部分。你知道神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欠缺，但是你不开口，你不让神知道，你不要祈求神来帮助你，神就认为那你自己可以去你自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神就看着，也希望你能够这样子就得到帮助。但真正你不行的时候，你就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且也不是你不行才带到神的面前，也不是叫把这个问题挪走，而是神啊，你知道我的软弱。加添我智慧，加添我力量，加添我的信心，就像那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信，我不足的，求主你帮助我。你就是要开口向神讲，让神知道我们需要他。这是祷告。你的祷告有没有迫切呢？禁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让神看到我们的迫切，我们的渴望。我们需要跟神之间是灵里面的交通，这食物的东西要让我身体能够得到活，暂时已经不重要了。我更渴慕神在我们在灵里面的交通。你是要让神知道你的需要，又让神看到你的迫切是什么，你的渴望到底是什么。藉由这样禁食跟祷告里面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应该付出的努力是什么。它的结果呢，应该是怎样？主要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主人，你就会能够活出无畏的信心的生活跟生命出来。你真的是将神当作你生命的主人吗？要是他是你生命的主人，你应该每件事情你都会问他，你都会以他的主意为你的主意，以他的决定当作你的决议。你曾经问过神的心意吗？你所做的事情，每件事情都合乎圣经里面的教导吗？你恐怕会说，神从来我们没有听到神给我的声音呢。我祷告，他也没有给我答案呢。真的没给答案吗？所有的答案
所有的教训，通通在圣经里面。你要是勤读圣经，你就明白这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你有真正将主当作你生命中间的主人吗？若是的话，你应该常常来问他。有一个故事是事实的故事呢的记载，有些人看过这个记载。就在195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埃利奥。埃利奥他跟5个年轻人呢，他们为了要到这个南美的厄瓜多尔去向那边的奥家族的土著去传扬福音，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这种土著没有人去传扬福音的地方，都是在深山里面，他们一定是在很偏僻的地方，住在这个水的旁边，他们才有办法能够生活。所以他们飞机也没有办法到那边去，他们就坐了小飞机，然后换了船，然后做了很多的准备到那边去。出去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音讯全无。他们的家人就很紧急，很着急，到底是怎么样？就雇了一个小飞机，飞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但是没有办法降落，就从表面这样飞过去，低飞的去看的时候，发现到他们这5个年轻人都已经死掉了，身上都插着矛，就是土著他们的这种枪杀死掉。后来他们就进入到里面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手上都拿了枪，但是没有一个人这个手上的枪都发的子弹都没有发出去。他们手上拿了枪，但是竟然就被矛这样子杀死了。后来人家就去访问了这些5个青年他们的太太，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的先生的生命是白白的牺牲了？有美好的这种人生可以去走，但是为了这些土著，这些在现代人看起来是不值得什么，但是就这样子去，然后牺牲的生命，是不是白白的牺牲的生命？那个太太就是埃利奥的太太，她突然想起，在他先生还没去的时候，她有看到他的儿子跟他之间的对话。那儿子知道他爸爸要去土著那个地方，他问他爸爸说：“万一你受到攻击的时候，你会不会开枪？会不会反击回去？”那时候，他听到他的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向他们开枪，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进天国的，他们没有做好进天国的准备。”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深深的感动了你。铁达尼号里面的故事，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现场，但是在演的故事中间也有一个牧师，他可以进到这个救生艇里面。他说：“我不用进去，请你们其他人进去，因为我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了。我知道我死要去哪里。你们还不知道的人，你们要赶快去寻求，所以让你们生了之后，你才会去寻求。”这些青年也是这么讲，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到天国去了。那些人还没有准备，所以我们不能向他们开刀、开枪。他还听到他的儿子告诉他的爸爸说：“你应该告诉他们说，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真实的朋友。”还告诉他用奥家族的话语、土语来告诉他怎么去讲。所以他讲到这样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我先生并没有不是白白的牺牲的，而是他从小就已经开始希望能够去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他只不过是成就了他的梦想而已。”后来经过5年后，这5个太太带着他们的孩子再次回到那个地方去。那边的人不明白，问他们说：“你们是谁？为什么为了我们有无私的付出呢？理由到底是什么？”他们告诉他：“因为是神的爱。”他们是5年前被你们杀的这些男人的太太，再次来的原因，单单只是因为神。因为怎样？为了要让奥家族的土著他们能够认识耶稣，
就像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报复，因为他知道要经由他的死来拯救那些钉死他的人，让他们能够过正确的生活。所以他们确信他们的先生也是怀着同样的这个心志。后来杀死这个埃利奥的这个人，成为那一个族里面的牧师，他们全族的人都信主了。所以他们的酋长、他们族长呢，就做见证说，因为他们的死，让他们不再是成为食人族了，他们已经看见了亮光了。他们知道有一位神爱他们，要他们也去爱别人，他们不应该去杀死人来吃这些。后来有人就回到这个埃利奥的这个大学，他大学里面去在整理他的东西，发现到他在日记簿上面呢有一句话写的，这样子写说：为了得到绝不能失上的东西，而丢弃无法永远拥有的身外之物，这样的人绝不是愚昧的人。没有错，埃利奥他只是在18、19岁的时候就写上这样子的。他知道在世上什么东西才是值得，是绝对不可失上的。在世上的东西呢，都是一些暂时拥有而已，没有办法拥有的东西，我当然可以舍弃它。我更重要的是要拥有那不可失上的东西。他说：“这样的人绝对不是愚昧的。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样大概是愚昧的人。这样宝贵的东西，你竟然不要。”在上个礼拜的小组中间，有人做见证，他们可以分家产的时候说：“你假定放弃你的基督教信仰，你就可以多一份财产，你要不要？”他们宁愿放弃那个无法永远拥有的东西，他愿意保有基督教的信仰，他拒绝了。就像是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够这样子愿意牺牲他们的性命呢？他们活出那纯全的爱呢？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告诉我们：你要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你的爱就生出来了。当我们看到这5个青年人，他们所做就是这样。他怎样子将他的爱生出来呢？因为他有无畏的信心。他知道在地面上你拥有这些是没有办法拥有的。我能够拥有的呢，是在天上这个东西。我还能够为了天国，为了神的国，多争取一些世上的灵魂，是多么样的重要。所以，我们结论来看呢，我们传福音其实就是要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让他们知道如何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不是靠着自己来积功德，而是乃是单单的来信靠主耶稣。经由信靠主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盼望。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不是阿爸，不是霸道，他只是告诉我们事实而已。我就是道路，这个道路通往真理，通往生命去。要借着我，你才有办法到父那里去。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但因信称义有时候会受到误会，以为我单单只要信就好，什么事都不用做。所以最近我们应该觉得说，因为这个字已经用很久，所以大家不愿意去改它。但是其实它的意思应该借着信被称为义，或是本于信被称为义，本乎信被称为义。信只不过是一个基础，你没有信什么都扁谈了。但是当有信之后，你还要很多的努力去，你要付出来证实你这个信是无畏的信，不是口头讲而已，不是那种只是表面的，是根本是真诚的，不能虚假的这种信。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大概面对了很多的艰难，身心灵的软弱，有人际关系，有家庭的问题，有事业问题。在现在的我们的经济这样子不好的时候，我相信你面对的非常的多。你如果能够去度过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勉励相当的多。他说，坐在我们身体每个人身上都是我们能够负担的，因为神知道啊。若是你这不能负担的时候，你向神祈求，神就加添力量给我们。
像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时候，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人凡事多能。到底是怎样子的能多能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地方，你把它讲一一的叫出来，你就明白到神是怎样子的跟我们同在，神怎样子要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这就是在信的人凡事多能，因为你靠着信耶稣，你得到了力量，你就能够去面对这些问题。你欠缺了什么，你就向神祈求。所以你是否愿意来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是能够这样说呢，我们就能够一起来宣告。我们要宣告说，神要赐给我无畏的信心，从今以后我要经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要是有这样的确信，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几件事情。来，神要赐给我无畏的信心，从今以后我要经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这礼拜有一些小组的问题思考，我们自己可以看周报上面所讲的。盼望我们透过这些小组分享，能够成为我们大家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灵命操练学习到无畏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再次的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信若是像芥菜种那样子的小的时候，也能够去移山。因为在信的人凡事多能，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向主来祈求。我信，但我信不足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愿意在主你的面前认真来操练我们的灵命，来学习怎样有无畏信心的人，都能够得到主你的帮助。求神你祝福我们，求神你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马拉多手上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